係即係嗰啲反而會有黑社會操縱嘅。係咯，即係意思即係。如果唔係嗰啲咧，就係即係單幹啫嘛，即係自己做啫嘛，打單拋咁兩餐啫嘛，係咪先？其實我唔明點解政府做呢啲嘢咧，個態度係咁曖昧。佢做一半唔做一半，又好似非法又好似合法咁，但係佢中意咧就趕盡殺絕嘅。係啊，其實我因為喺法律上其實係即係完全係唔完善嘅，因為一理論上咧就係賣淫其實都唔一定係犯法。賣淫唔犯法。你係依賴即係賣淫者為生，你即係依靠妓女為生，或者依靠或者租個單位俾經營呢個賣佢。淫即係場所先至係犯法咯。嗯咁但係呢個就好鬼死 weak 嘅啫，即係根本就係佢其實就圍繞住咧就有6條法例，就刑事嘅。咁但係本身咧就係從事性工作就唔犯法。咁啊就即係話你可以食飯，但係咧你用餐具食飯咧就犯法㗎。咁你點食咧？呢口飯好難食㗎。非常奇怪，其實唔係而家試過 K，我都有朋友，我有個朋友即係佢係即係做揼嗰啲行，佢有個仔咧就係即係去咗啲骨場。即係嗰陣試過一輪咧，就冚咗一堆咧，即係火防行動，拉咗個盧氏兄弟，佢開咗幾間㗎嘛，包括城市桑拿，包括呢個廟街桑拿，就俾佢冚咗。佢個仔喺廟街桑拿度打工，即係其實喺做 locker 咁就係，佢都被即係嗰次咧，政府為咗要咪即係警方為咗一網打盡咧，即係通常嚟講其實唔會告呢啲嘅，因為佢其實係做侍應啫嘛，即係做侍應或者做 locker 啫嘛，都全部告埋，全部告埋，咁就係用呢條條例啦。即係依賴他人呢個即係經營賣淫上即係依賴他人呢個賣淫為生啊！如果係咁樣講啦，咁啊好多我成日講咗就話，第一個直接係依賴呢個即係他人賣淫為生咧，就一定係嗰啲性工作者嘅屋企人。係咪啫？佢阿媽唔出去做，有個仔飯開。其實依靠性工作者為生嗰係警察啊！而家咧就加埋政黨啊！掃黃組一定係添啦，即係如果冇呢個嘅，邊有掃黃組啫？使鬼掃黃組咁樣收檔。同我哋都聽過好多情況就係㗎，即係而家咧為咗殺警白咧，就連幫阿姐洗毛巾嗰個都拉。咁就嚇到你啲人係咪唔敢做阿姐生意啊？如果係咁講，洗毛巾有問題嘅，咁賣汽水俾佢都有問題啦，係嘛？賣香口豬有問題啦，呢啲乜都唔得係咪先？落街買餸都犯法喎，即係送外賣俾佢又有問題啦。阿姐都係叫外賣啫嘛，大佬係咪先？啲黐線咁，呢個法例就戇居咁，即係根本就係即係唔 make sense 啊！一係你就不如係寫明就係賣淫係犯法，咁啊直接好多係咪？係啊，我真係見到係即係賣淫，即係或者嫖妓係犯法嘅，咁啊直接或者行為就即刻犯法啦。但係個法例本身咧，呢樣都唔係犯法嘅喎。其實我贊成 Q 仔講嗰樣嘢嘅，你不如就澳門就全面開放，大家就過去玩。其實嚟講咧，如果係追源溯始，我懷疑當年嚟講殖民地政府整呢個咧，根本殖民地政府就相對地咧仲係 civilized，即係比較了解人性嘅，即係都知道呢啲係禁唔絕嘅。佢呢個條例嘅目的咧，其實係主要想針對嗰啲咧黑社會，即係經營色情場所，所以變咗如果你係即係以前嚟講，即係上一個年代裏邊咧，即係嗰啲人唔係咁即係自願性去即係所謂做性工作就比較少，多數逼良為娼啦。即係我哋細嗰陣就聽過好多，特登捉咗個女仔咧，就係根本就係羞辱佢，剝晒佢衫，輪奸人一輪，等佢冇晒羞恥感，就叫佢去做。以前係真係咁樣噶嘛，即係70年代以前真係有啲咁嘅 case，有陣時報紙度睇到。而家邊度有啲咁嘅事啊？第二咧就係話，而家就算係話有集團式嘅經營咧，其實都係文明咗好多。即係意思話。嗰個經營者咧，即係佢可能開夜總會又好，開咩場又好啦，佢同嗰個即係出去提供性服務嘅女仔嘅關係咧，都係好似其他所有嘅產業結構一樣啫嘛。佢只係提供一個場所，拆帳式，大家拆帳式嘅合作關係啫嘛，就唔係好似以前嗰種操縱式關係，完全係你情我願嘅。如果你唔肯做，佢唔會逼你做呢樣嘢，係嘛？即係所以變咗嗰條法例本身就已經係根本都唔符合呢個實際咁就係，即係話第一，即係而家由黑社會即係集團式經營嘅，唔係話冇，即係我唔可以話冇，但係肯定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即係70年代或者以前裏邊咧咁，即係咁昌盛，即係咁成為主流。而家嚟講，大部分啲所謂一流一啊，或者係援交啊，即係其實援交都係一流一嘅一種變種嚟啫嘛。佢應該唔用固定嘅地方去做啫嘛。同埋我懷疑就多數嚟講，反而真係。即係你而家發覺就做一流一，或者好多骨場啊，或者嗰啲卡拉 OK，幾乎大部分都係新移民或者內地嘅女仔。反而咧，因為而家香港冇咗以前嗰種所謂高檔嘅夜總會啊，咁而家可能新一代好多女仔啊，為咗揾食啊，為咗係即係
得到更加嘅報酬，多數去做援交喎，即係佢會覺得係即係好似即係奇貨可居啲啊嘛，馨香啲啊，或者即係當係part time 情人啊或者女朋友啊之類，呢啲反而真係本地嘅女仔會多，即係所謂陀地多，即係咁嘅。其實嗰係呢個市場嗰個即係點啊？即係新嘅形態嚟啫嘛，根本就係，即係根本你連政府啊，即係要去做數王咧，根本都唔係針對個即係個點啊個時代嘅轉變啊，根本就係。咪民建聯咪睇中呢種新興嘅情況，跟住插隻腳落嚟咯。唔係呢啲咪就係道德主義濫觴啫嘛。係啊，即係講緊即係粗俗啲講，又係做雞關你鬼事咁樣，係咪先咧？佢唔做你養佢啊！即係民建聯啱啱先多餘咁就係。佢又真係唔嗲唔吊嘅，佢又想攞呢個道德光環，佢又唔肯自己洗濕對腳，結果依家俾人咁樣過一，即係人哋依家反擊佢啦，幾冇面咧搞到。事實上你根本都以民建聯嚟講，你可以提供到啲咩政策咧？喂，大話我諗香港即係依靠呢樣嘢為生，即係唔好直接即係提供性服務嘅，同埋跟住要依靠呢個行業，因為呢個行業其實都帶動咗好多行業喎，即係佢係都係一個消費群嚟㗎嘛，係咪先？即係真係有好多係專營，即係報紙都賣過啦，專提供啲毛巾，即係專提供啲毛巾啊！即係而家啲101係乾淨過以前好多啊，大佬！即係嗰個規模啊，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咁？因為你冇啊，即係個社會係進步咗啫嘛，根本係你唔係好似以前污糟邋遢咁，而家你要即係提供好嘅服務啊，個環境啊，咁咪佢咪要多啲？即係你都睇到好多啲咁嘅101都係有人幫佢即係專洗晒啲毛巾啊，之類做啲嘢。喂，咁都有提供，其實製造咗好多就業啊，或者係生意俾好多其他啲附屬性嘅行業啊。喂，如果你真係用呢條法例，乜嘢都過緊，咁好多人真係冇飯開㗎啦。係㗎，即係唔使撈都得㗎啦。佢哋唔係咁諗㗎嘛，佢哋就係見到嗰啲直接提供服務嗰啲，佢就當係佢打擊嘅對象㗎嘛。其實呢個咪撒網咯。根本而家你香港而家貧富懸殊咁大，講咧，如果你俾我做政府，我覺得而家應該其實係。最唔應該管嘅就係呢個所謂即係紡織事業，係應該全面，好似澳門咁啱啦，咪開放俾佢做咯。其實做翻少少規範化嘅嘢咯。其實你唔使規劃，唔使添，佢嘥氣。講咩紅燈區其實都係嘥氣，因為實際上佢唔會真係即係咁嘅啫，而係即係嗱，香港政府咁鬼中意講即係不干預主義或者咩即係市場決定，喂，其實呢樣嘢正正係市場決定。偏偏喺性嗰方面真係其實性係最啱就俾市場決定，即係應該係有唔同嘅形式，高檔嘅高檔，中檔低檔低檔，佢自然就揾到個方法係去經營得到㗎啦，係咪？即係譬如話你有啲地方，喂，講真，即係據我所知啊，即係譬如話幾年試嗰輪啦，尖沙咀好旺嘅，因為夜晚就有好多其實你見到好多靚女成日尖沙咀，因為大部分都係大陸啲女仔嚟嘅，就因為咧。即係個個都喺揸雙程證咧，就走去即係，因為香港嗰個機係差咗啊嘛。但係尖東係冒起咗有一輪好興嘅，就冒起咗啲大陸式嘅夜總會。就因為咧嗰係一個3人嘅方案，就係如果你去玩咧，你係只係咧即係揾個女仔埋嚟陪你2個半鐘頭至3個鐘頭嘅公價500蚊，即係陪你唱歌啊之類，跟住有咩下文你自己即係同佢斟啦。但係講緊卡拉 OK 咧，如果每日數人頭，每條友收3嚿水。咁你嘅消費咪8嚿水咯，就平過你以前去夜總會好鬼貴咁，以前去。咁跟住嗰個大陸女仔咧，即係佢收咗5嚿水咧，佢又會買翻一張100蚊嘅 coupon，即係俾翻個場，咁個場每個客賺4嚿水咯。咁個女仔係賺4嚿水咯。所以嗰輪咧，好多啲大陸咧就湧嚟香港揾食。佢就算唔使一定賣身啊，佢一晚坐兩三台咧就賺咗千幾蚊。落嚟2個禮拜咧，執幾皮嘢喎。即係幾皮嘢喺大陸裏邊分分鐘就係即係1年有多嘅人工嚟㗎嘛，即係特別如果喺農村走出嚟嗰度，所以嗰陣就好多人走落嚟。跟住咧喺尖沙咀造就咗一個咩行業咧？你落到嚟咧，如果要租酒店住，好鬼死貴係咪啊？尖沙咀好多舊樓啊嘛，即係話佐敦啊嘛，就好多人咧就收咗呢啲舊樓咧，就將佢間成好多間房。套房。類似而家一樓房，後來因為走嚟變咗就即係做酒樓房，就每人咧收1嚿水1萬租。咁佢咪有本埋咯？我落嚟即係佢嘅成本就1嚿水，加埋可能食飯幾餐都唔使1嚿水。咁一晚咧，只要你坐多張台就唔使蝕本啦。